笑聲不再動聽，說話無奈已聽不到怎呼應，能用心聽。如未肯定，雙眼總算可以看清。誰會以真心的對我，如若說出口可什麼？人無需許下承諾，只怕甜言蜜語出錯。用我雙眼看，會否清楚？問我真心的對我，直覺推測應該會是沒有錯。應該會是沒有錯。